歡迎嚟到加仙奴呢個頻道，我係阿嘉，大家好。對於2019冠狀病毒 COVID-19 所引發嘅全球大流行疫情，你哋係唔係仲係記憶猶新呢？呢個病毒喺2019年尾喺中國嘅湖北省武漢市首次爆發，隨後喺2020年初迅速擴散至全球國家，逐漸變成一場全球性嘅大瘟疫。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報告，截至2025年嘅2月，全球已累積超過7億7700萬確診嘅病例，其中死亡嘅人數亦都已經超過700萬人。死亡率係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流行病之一。呢次疫情導致嚴重全球性嘅社會同埋經濟混亂，被視為人類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嚟面臨嘅最嚴峻危機。當其時，我哋喺香港面對咗好多好可怕但又好無助嘅經歷。喺疫情爆發嘅初期，亦都遇上全球醫療同埋民生用品因為恐慌性嘅搶購導致供應不足。政府每一日喺電視開直播，講俾市民聽當日有幾多累積嘅確診個案，又有幾多人入咗隔離病房，又有幾多人因染病去世。之後就出現咗搶口罩、搶酒精消毒搓手液、搶廁紙、搶糧食、搶快速嘅檢測包，一有懷疑就即刻做自我快速檢查，成個社會簡直係人心惶惶。跟住就出現埋限聚令，全世界全面封關，又有21日嘅強制隔離。大家當時根本上係唔識處理，政府話唔可以出街，我哋就唔出咯。話要打疫苗針，咁又乖乖地去打咯。仲設計咗疫苗通行證同埋安心出行添。當我哋大家都好聽話嘅時候，遠在加拿大多倫多發生咗一件有趣事件。當時係2020年嘅夏天，加拿大都有限聚令㗎，鋪頭唔開，餐廳唔開，個個都 work from home。但係佢哋嘅萬錦市一條大街叫做 Major Mackenzie Drive， 轉入一條好短嘅街叫 De Courcy Court。 條街雖然係好短，得個幾間屋，但係全部都係大塊地、大間嘅豪宅。其中一間屋佔地2 acres， 即係2英畝。2英畝有幾大？1英畝呢就有43,560平方尺。咁2英畝就即係有87,120平方尺咯。哦，都係冇概念，唔知有幾大？唔緊要。嗱，如果一間建築面積700尺嘅單位，呢塊地就係可以放入到120個呢啲單位啦，直頭係一個小型屋苑嚟㗎啦。嗱，塊地有幾大，我哋已經知道咗啦，係咪？咁我哋就將個時間推返去2015年咯。喺2015年嘅時候，有一位40幾歲，早喺10年前同屋企人喺中國透過投資計劃移民去到加拿大嘅男子。佢當日用咗470萬加紙去買咗呢塊地。如果用當時嘅紙水計算，1加幣係等於7.3港幣，咁470萬就係3430萬港紙㗎啦。10年前呢個銀碼都已經唔細㗎啦。5年後呢間屋已經升值到900萬啦。呢位先生佢用咗接近2年半時間先至獲得政府批准佢咁重大嘅改建裝修工程。點解咁耐先批到？因為淨係個化糞池都已經需要每一日處理12700升嘅污水系統，咁大量嘅排污系統已經係等於一間大型酒店嘅規模。之後業主更豪擲天文數字嘅資金，日復日、月復月咁密鑼緊鼓，用咗長達接近1年嘅大規模內部裝修。最後一棟佔地2萬平方尺嘅3層高極具奢華，用咗意大利宮殿嘅瓦面屋頂，閃閃發光嘅鍍金欄杆。
大門兩側呢，更有一對用銅做好可愛笑緊嘅小象添。呢間超級豪宅就坐落喺呢一塊87000平方尺嘅地上面。豪宅裏面總共有50間房，8個大套房，2個大廚房，按摩池，16個浴室，一個圖書室，一個超巨大嘅客廳，室內仲有一部升降機添啊！而屋出面呢，除咗一個泳池，有個超大嘅公園，有休憩地方，有大草地，佢嘅停車位啊就已經可以泊到24部車啦。關於呢間豪宅會有咁多間房嘅消息，好快脆就傳遍整個華人社區。當大家都好奇怪，點解一般住宅會有咁多間房嘅？有地產從業員就討論起上嚟咯，會唔會係民宿嚟㗎？但民宿使乜咁奢華呢？唔通係酒店？當大家議論紛紛，但係未有答案嘅時候，時間已經到咗2019年嘅11月中啦。城中嘅達官貴人開始陸續收到請柬，請柬嘅內容係邀請佢哋出席11月尾嘅事業酒會，而地址正正就係呢一間超級豪華大宅。吓，事業酒會乜唔係住宅嚟嘅咩？冇錯，原來呢間真係唔係住宅嚟嘅，而係一間豪華會員俱樂部。哦，唔怪得會有咁多間房啦。大家仲記唔記得2019年尾係疫情開始爆發啦？呢間豪華俱樂部開業咗幾個月，但加拿大政府已經開始咗一連串嘅疫情措施咯。條街普遍都好靜，冇人出街，冇人返學，冇人返工。但係呢一間嘅俱樂部依然24小時燈火通明，屋嘅外牆着晒好多盞黃色嘅強力射燈。而屋入面都一樣着住好多耀眼黃色嘅大水晶吊燈。遇着傍晚嘅時分，呢間着住晒黃燈嘅俱樂部，配上彩藍色嘅天空，每個揸車經過嘅市民都會特別駛得慢啲，望下呢間屋。好奇怪，點解住宅都可以咁靚嘅？因為呢間屋真係好靚。喺疫情期間呢，每一日都有大量嘅名車喺呢一個俱樂部出出入入。附近嘅居民開始呢有啲懷疑啦，有啲困擾，因為佢哋根本唔知道呢一間係一間俱樂部，以為只係間比較有錢嘅豪宅。又遇着啱啱當時呢係疫情進入咗比較緊張嘅情況，大家都好擔心，好驚又再有病毒喺社區散播。但無論政府點樣叫啲市民冇必要唔好外出，但係呢個地方每一日都好多車出出入入。於是有鄰居就默默咁樣監視住呢一間屋啦，甚至乎佢最後去咗報警添。雖然警方呢一般都唔係好想介入呢啲咁瑣碎嘅倫理糾紛嘅，但係今次收到呢個投訴呢，警方都有好大嘅懷疑。雖然佢哋都有懷疑，但警方呢就冇即時行動，因為要搜集更多有關資料先可以去申請到搜查令，甚至乎係拘捕令。又要進行一連串嘅部署。過咗幾日，警方就派出呢個交通警喺豪華大宅出口附近設置路障，聲稱要打擊酒後駕駛。警方相繼呢就截停咗幾輛喺超級豪宅駛出嚟嘅名貴豪華靚車，又對啲司機進行咗必須做嘅酒精呼氣測試。警員發現其中一啲人真係有酒精超標嘅情況出現，當然順便梗係俾埋張告票佢哋啦。更用呢個機會咧去盤問下佢哋。有人話我淨係去朋友嘅俱樂部玩牌嘅啫，警員仲追問咗好多關於俱樂部裏面唔同嘅活動細節，同埋清楚記低每一個關鍵。呢幾日嘅路障行動，警方相信佢哋已經獲得逮捕令所需要嘅所有證據。之後某一個漆黑嘅晚上，加拿大警方以代號為 Project Endgame 嘅行動中，安排咗多過100名荷槍實彈嘅軍裝警員以及30名調查員突擊衝入呢間豪華俱樂部。
當時門內嘅幾位武裝保安員都有嘗試過阻止警員進入㗎，當中有3位保安員呢，更係之前嘅業餘重量級摔跤選手嚟嘅添。雖然呢3位來頭唔少啊，但都係冇辦法阻擋警員入屋調查嘅。有警員事後講，佢哋從來都未見過咁奢華、咁架勢嘅地下賭場，梗係啦，因為平日佢哋所謂冚嘅地下賭場都係啲設備比較簡陋嘅普通民居。嗰個警員仲話，入面嗰個裝修啊，直頭可以媲美拉斯維加斯嗰啲賭場啊！我去過咁多國家嘅賭場，真心覺得講奢華裝修，澳門都應該係可以話好好㗎啦。嗱，呢個屋主呢，佢係中國人，又嚟自中國，我相信佢嘅品味應該遠比警員口中嘅奢華係更加之奢華㗎。你哋覺得會唔會呢？警方入到屋之後，當場就收集咗驚人嘅證據，當中包括咗大量嘅專業賭場設備，有好多張專業嘅賭台、輪盤、百家樂、德州撲克等等嘅高額投注，每一手可以高達2萬加幣，仲有一個獨立區域係用嚟打麻雀嘅。嗱，如果想玩細少少呢，聽聞就話要落去較為昏暗嘅 basement 咯。佢話嗰度呢就會有一啲平啲嘅台，屋入面仲有幾十部閃閃發光嘅老虎機。就咁聽佢嘅設備，真係好可能勁過澳門嘅某一啲賭廳添啊！諗翻頭先個警員講，個裝修可以媲美拉斯維加斯嘅賭場。聽完晒之後，我覺得佢可能講緊係佢嘅專業賭場設備可以媲美拉斯維加斯，應該唔係講緊個裝修咯。警方更發現啊，大宅裏邊有個軍火庫，當場起到有11支手槍，其中包括一支 AR-15嘅半自動步槍，同埋幾千發子彈啊！揾到有100萬現金，原來入面仲有一個豪華酒吧添啊！儲存咗各類高檔名貴靚酒，多達4000幾樽啊！單係葡萄酒呢，已經裝滿晒成個大大嘅酒櫃，總值加埋係超過150萬加幣嘅。嗱，即時呢就拘捕咗38人，有23個人被起訴，包括咗有職員同埋賭客。屋主當時呢就唔喺現場，而警方最後係喺佢嘅屋企拘捕咗佢，仲有佢老婆同埋佢個女。最後正式係有18個人被起訴嘅。經咗幾個月嘅法律訴訟，呢班涉案人最後幾乎全部都被撤銷控罪。吓？點解嘅？因為男當事人聲稱，警員去佢屋企突擊搜查之後呢，佢有2隻名貴手錶唔見咗，其中一隻係價值30萬加幣嘅 Patek Philippe， 同埋一隻價值15萬加幣嘅 Jaeger-LeCoultre。翻查翻之前嘅 video， 警方去當事人睡房嘅第一次搜查裏邊，呢2隻手錶係好清晰可以見到嘅。佢哋甚至乎係出現過喺啲印有時間標記嘅證物相裏邊添。但之後嘅視頻，呢2隻手錶就再冇出現啦。律師團隊發現啊，呢2隻手錶咧係從來都未裝過入證物袋嘅，亦都冇俾過個檔案編號佢哋。手錶不翼而飛，引起咗政府嘅注意。警方呢亦都冇辦法解釋佢哋嘅下落，亦都冇理由沒收呢2隻手錶㗎，因為冇跡象顯示係犯罪收益嚟嘅。到最後呢2隻手錶都依然冇出現過。警方對當事人嘅指控呢，亦都有一個關鍵事件嘅。警察聲稱佢哋喺當事人屋企嘅睡房呢入邊揾到一個槍套，但係當事人呢就話呢個槍套唔係佢嘅，係由警方去佢屋企嘅時候放喺佢睡房入邊，話應該係想砌佢生豬肉，因為呢個槍套如果加埋佢之前喺俱樂部搜到嘅武器指控，可以聯繫埋一齊，而呢啲咁嘅指控呢係有機會可以導致當事人收監㗎。警方再翻查翻最初喺搜查佢當事人睡房嘅拍攝 video 裏邊呢，係冇影到呢個槍套嘅，
但係17個鐘頭之後，跟住嘅所有搜查 video 裏邊呢，都見到呢個槍套啦。本來大家都覺得呢一單案係十拿九穩噶啦，一定告得入噶啦。但係因為警方嘅違規事件呢，又令到呢件案件呢產生咗嚴重嘅懷疑咯。其實更大件事呢，就係呢個警方團隊呢，佢哋唔係第一次因為呢個問題行為而受到懷疑嘅。呢一場被指經營非法賭場嘅案件喺2021年嘅1月。警方呢單案亦戲劇性咁樣敗訴啦。當時辯方聲稱警方非法記錄咗被告同佢律師之間嘅保密對話。負責嘅律師同負責該案件嘅助理檢察官報告咗佢對警方行為嘅不滿，同埋提供咗詳細嘅相片證據嚟到支持佢嘅論點。呢個案件最後就咁樣被 close file 啦。如果當時唔係正值疫情期間，會唔會冇人投訴？冇人投訴嘅話，警察就唔會有行動咯。而一間咁豪華嘅私人會員俱樂部，唔係，我應該係話地下賭場先啦。咁呢一間地下賭場係咪可以一路咁樣風光地繼續營運落去呢？最終又能唔能夠改寫關門大吉呢個命運呢？嗱，故事就講到呢度啦。希望大家都鍾意呢個地下賭場嘅故事，請幫忙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，仲要撳埋旁邊個鐘仔，新片一出就會通知大家㗎喇。多謝晒。